爸爸的禮物。爸爸說：這盒子裏裝的是什麼？是一件襯衣嗎？不是，哥哥說。是一條領帶嗎？不是，哥哥說。是一頂帽子嗎？不是，哥哥說。是一條手帕嗎？不是，哥哥說。是一本書嗎？對了，是一本書，哥哥說。祝爸爸生日快樂。爸爸。禮物。盒子。哥哥。襯衣。領帶。帽子。手帕。書。生日快樂。